我们学戏，我们传承戏，我们走进校园，寻找下一代，我们携手下一代，开创粤剧新未来。从海选20强到全国10强，我们抛洒汗水，携真情，向梦想奋勇前行。这就是我们。小哈越学越有戏，2018中国网家浙江小百花校园大赛。走过老两花村，去报两丁来穿过，九里上园年前程，弹指间一座上园多美人。夜快射家射书分，那一边做礼貌三位的神，莫非亲生娘家门？陪我上前把恩谈。为什么青天怕着门关紧？耳听那边无声响，不见娘子王妃心。鸟落地分
能救活呀，谁知晓今生你望出笼中多子妹妹。好，谢谢芷萱。《红楼梦》呢是中国4大名著之首，同时呢也是粤剧舞台上的不朽之作。接下来呢，要请问一下芷萱，前几天呢你参加了小百花集训营的训练，那么你的辅导老师是谁呢？魏春芳老师和许燕娜老师。那么你觉得通过辅导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在唱腔方面和动作方面都有所提高。那就祝你越唱越出彩，越学越有戏。热烈掌声再一次鼓励我们的芷萱同学。好，有请领航团队的老师们点评。芷萱你好，今天老师非常感动，因为你今天的表现真的非常好，非常使我满意。最让我觉得你好的地方是你的情感表达。就一出场的一个林妹妹，我来资料，真的，一下子把老师带到了你那个悲伤的规定情景里面，所以我一直非常感动，觉得你把这段戏的要表达的情感表达清楚了。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唱腔有明显的进步啊，就是说非常稳，今天特别好。另外呢，就是老师有一个字。八对能进，那个白头的头就是咬的不是特别好。今天因为都被你的情感感动了，老师一定讲不出很多不好的地方。希望你继续加油。芷萱啊，刚才魏老师说的也是我想说的，我也是觉得你今天真的进步很大。从眼神上和那个动作的那些气息上面哈。就是今天的几个点都非常的清晰，就是表达出来的那种情感都很到位，挺好的。然后唯一的一点不足啊，我觉得就是要跟你说一下，就是那个水袖啊，我们还要再干净一点。就是你第一个动作趴在那个桌上以后收起来的时候，不是你本来是折着过去的吗？收起来之前你要先把它理顺再收起来，那就不会乱了，好吗？好，谢谢老师们的点评，芷萱稍作休息。接下来有请领航团队的成员为芷萱打分。让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选手的 VCR。这次我带的是操心怡小朋友。那个所有的动作和唱腔的节奏、气口的节奏，包括眼神，没有在一个节奏上，就是有点零散，然后就是这点上可能要提高一下。往那边看，对，走一步，看过来，看着自己。然后他这次决赛的剧目选择的是陈三娘骂唐。就像我自己来演的话，我都觉得其实难度是很大的。包括心怡她自己跟我讲，她说可能她这次决赛选择的剧目并没有复赛选择的那么熟练，用她最好的水平展现给观众，这就是我们一起的心愿。有请2号选手寿星上虞区鹤前小学6年级学生操心怡。前锋明前等我府内举分。
有口福生。大堂上多饮水，多心不痛，是今我心生刀割，痛痛痛杀人。样事，你听说一大为国谁亡？
谢谢我们李佳的精彩表演。李佳啊，谢师傅想问问你，你有没有去过西湖、杭州、断桥？去过。那你觉得你看到的断桥和你唱的断桥有什么不同呢？看到的断桥里面没有白娘子，唱的有白娘子。哦，是白娘子。那你觉得是不是白娘子在你的心里面？我的心里是蔡哲飞老师和陈丽君了。哎呀，我们李佳的情商实在是太高了。那么我们要请同样高颜值、高情商的领航团队的导师为我们李佳的表演做点评。李佳太棒了，今天最大的亮点是你的水袖运用的非常好。上次20强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水袖上一定要用手腕子，你这次做到了。儒雅的感觉已经有了，非常好，这个进步特别大。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说了，断桥西湖去过了，是不是？上次我老师跟你讲，我感觉你的钱塘道上这个眼睛啊，好像在山上面，所以我说你要到杭州去看看真正的西湖，去过了就是不一样。今天已经看到了，你就从你的眼神当中已经看出了西湖的感觉，这个也是进步的一大亮点啊。还有一个就是有个字，有个腔，我给你讲一下，有个色四门，你就不要那么硬，柔软，有2个地方的几个腔，你自己去注意一下啊。就这样，非常棒，努力，谢谢蔡老师的点评，也请我们的李佳稍作休息。请我们领航团队的导师对我们李佳的表演进行打分。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，请看 VCR。这次带的是2位小朋友，一位是吴希玉，一位是向喜瑞。两条道路任你选嘞。一个再直接过去，头你看，头不能这样梗着，头要蹦抬起来。对，向喜瑞自己也在说，为什么观音没有唱？我想唱这样。本来呢，他说，就是如果说可以的话，想决赛的时候，他想要演一下李玉京，但是他正好掉了一颗牙，就有点漏风。刚刚掉的。反正以后会长出来的呀，对不对？他们2个呢都很努力。这一次比赛的话呢，不管我们成绩怎么样，我们这个学习的过程都非常好，加油，你们是最棒的。有请5号选手温州市南浦小学东校区胡新宇和温州市3支乡国际幼儿园向喜瑞出场。想要看见观音娘娘，李玉京，你不必惊慌，我乃将来搭救你，也与2条道路任你选嘞，你愿他应还是小英？他应怎样？小英好嘞？小英生我到南海序列，500年后得到成仙。但他应呢？他应把玉林3篇当作完整受苦。想要请愿他应，恰是为何？娘娘，举娘娘花送。
相遇今日做病人啊，我结于秋香姐姐配原那呀。谢谢宇博呢，是我们今天赛场上唯一的一名男选手。那么和那么多小姑娘一起比赛，感觉怎么样？我真的成了唐伯虎点秋香。哇，好机智的回答呀！不愧是江南才子周伯虎。那么你心中的秋香姐姐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智慧与美丽并存。智慧与美丽并存，哇！那你看现场那么多秋香姐姐来点秋香，哪一位是你的秋香姐姐？大声喊出她的名字，陈海峰老师。哇！周伯虎，你点错了，那是秋香爸爸。没有，他生活中是我的秋香姐姐。好，那海峰，你一定要满足他的愿望，有机会扮成秋香，和他一起搭档进校园演出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领航老师为我们宇博点评。宇博，你真的是好可爱，然后他的性格真的特别好，有时候上课我都很严肃，然后他真的是一直都逗我笑。然后最主要他的身上呢，主要是少了一些点，然后他的眼神啊，这些都是不知道如何安放啊。然后今天我感觉昨天上场之前，走了一下台，下来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讲了，就躲到旁边去，一个怕我会说他，一个怕他妈妈会讲他，然后就是心里就很慌。然后大家都去吃饭了，他就不去啊，他就站在这里。然后我就跟老师说，能不能申请让他再走一遍？然后走了以后，他心里有数了。然后今天表演就特别自信，真的特别好。我相信啊，宇博会越来越好的。然后一定要记住老师跟你讲的一些问题，然后慢慢的我们再改掉，会越来越好的。加油！谢谢。好，谢谢海峰老师点评，宇博稍作休息。接下来有请领航团队成员为宇博打分。接下来呢，又到了发放福利的时间了。我们要有请出的呢，是我们本次领航团队的核心人物，国家一级演员、文华表演奖、金贵表演奖获得者蔡哲飞，为大家带来《桃花扇》选段《相继》。相聚，可怜的相聚。仰望洒情意涌，妈妈父啊爷，花样涌，月样貌。孔老挂念，
在青瓦后边，曾开花喜。
这应在树听不懂，水里终于上草原，这乾隆来不前往。来，远中早到，拜驾天香馆，万岁李庆来。好，谢谢。一个是风流倜傥的小皇帝，一个是女扮男装的厉丞相，一个隐隐约约来挑动，一个疏疏淡淡话藏风。请问一对小选手，今天站在10强赛的舞台上，开不开心？开心。那么你们的辅导老师是哪2位呢？张玉琴老师和徐红老师。让他们也来为大家笑一个好不好？看看谁笑得好。首先有请张玉琴老师。这么魔力的这个笑声啊，老师真的是比不过你。今天我没吃冰淇淋，肯定是笑不出来的，因为你的这个笑声已经深入人心了。每想到你，我们就很开心，很开怀，所以老师不敢笑。郑晓老师呢？也不敢。丹萍姐姐自认为笑得过，我来笑一个，你听好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样？我笑得好还是你笑得好？不好还是我好？那你对着老师笑一个，我们比一下。哇，真的笑得非常好。真心的祝贺2位小朋友呢，能够笑到最后。好，领航老师，请为小选手做点评。2位以轩小朋友，今天真的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。因为在培训的那几天当中，其实因为2位小朋友年纪是最小的，然后呢又特别的调皮，其实老师还是蛮担心的，就是因为我们讲的他们能不能够听进去一点是一点，但是今天的表现真的非常的好，他们把表演的一些细节方面全部体现出来了，所以我觉得他们2个今天的表现真的让我看到了他们有一个质的一个飞跃吧，然后包括那个以轩小朋友孟丽君，她今天的唱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进步非常之大，因为之前在20强的时候，她还是会有在音准方面或者是在这个高音处，她是会逃避或者会偏调，但是今天我相信她在私底下肯定下了苦功，在这几天，所以今天在唱的方面也是进步非常大，很棒。小皇帝也是非常非常的棒，在念白、在唱腔都是非常有这个我们粤剧的这个韵味，非常非常好。谢谢你们今天的表现，老师很开心。好，谢谢西红老师。以轩，今天老师要赏你们2根巧克力味的冰淇淋。今天实在是非常大的进步，老师今天非常的欣慰。看到你们这么大一个就是质的飞跃的话，老师心里非常的激动。因为我就是跟你们说的一些，你们都记住了所有的一些基本功啊。但是今天欠缺的是一些2个人的配合度啊。老师说一些小小的意见，好不好？就是2个人今天出场的那个叫台步，就是配合度，还有一些就是马鞭。2个人的高低还有一点点的区别，小宝稍微低了一些，依依稍微高了一些，这样子了一些好不好？这样呢，如果你们把这些默契度能够更好的话，你们会非常的棒。谢谢。好，谢谢老师点评，2位小选手稍作休息。有请领航团队成员为一对小选手打分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看最后一位选手的 VCR。我的这个学生他叫方子诺。望祖开光。这条件属于比较好的那种，音感和节奏方面都很好。
这里不要拱起来，这里不要。因为他一开始我了解的时候，他一开始是学花旦的，他不是学小生，然后身上的那种刚劲刚强的那种感觉很对，子诺老师非常看好你，然后希望你能用功努力，加油。有请10号选手杭州天地实验小学3年级学生方子诺。